在我真侪人为着一时的便利，拢会伫路边摊或者是分两担来买粮的，嘛要特别注意，这粮的可能有过期的情形。这是婚林斗南这间分两担伫咧网面册破文，讲店长长时间拢是甲斗南这间卖粮的店叫货。无意外，最近发觉讲其中一箱饮料已经过期，差不多超过半年的时间。业者气甲丢卡顿地来到派出所报案，互伊讲的这间店嘛出面赔货，讲是分两担欠伊汇款8万块，怀疑是分两担业者挑工。乌空要互伊跳，卫生局嘛已经来检查，假使若是真是有影，就会依法来罚。请问后面这边也是您的仓库吗？然后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卫生局的人去巷口稽查，因为因互槟榔摊业者投诉讲，叫货送来饮料已经过期半年啊。早下唔讲要处理，拖到即摆无处理。过期饮料就是这款茶，1月16就到期啊，不过煞搁伫咧卖。茶色甲无过期的比例真明显有较重色。槟榔摊业者去甲法文指控讲，顶届叫的运动饮料嘛是过期的，甲因反映，因搁颠倒来怪阮，并伫咧冰箱内底无摕出来卖。即马换叫茶的饮料想袂到嘛是过期的，业者实在是无法度搁吞忍啊，就直接去派出所报案。你认为有诈欺的嫌疑？你无早期你卖乌心的过去。红豆所的巷口的头家足无奈的，大声发完网，怀疑槟榔摊业者因为欠因汇款摕袂出来，才会挑工甲因侮辱。伊汇款欠我8万外，哦，我昨夜收钱啊，欠伊2元元，下底迄元都拢卡伫拄啊，不要紧，我甲你换。安尼敢有啥物唔对？伊就大做文章啊。头家讲过期的茶下骹拢用野，搁有蜘蛛网，无亲像是最近才送过去的。加上因半个月就会甲槟榔摊结一介绍，槟榔摊业者欠因8万外，还袂出来，怀疑是槟榔摊业者挑工找因麻烦，未来有可能会甲因告。双方即马个人讲个人的，唔知影谁讲的才是对的。卫生局长下晡过去稽查，要甲真相查好清楚，那真是有卖过期的物件，一定会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